點解咧？近期咧咁多人中意傳冬後皮？冬後皮嘅作用其實好多嘅，比如啦，食飯啊，食到濕濕滯滯啊，有時應酬特別過年啊，大家食到飽飽滯滯嘅時候咧，你食完啲油膩嘢，再沖翻杯陳皮水，嗱真係可以解膩嘅。另外咧，依家天氣比較乾燥啊，成日鉗鉗聲啦，咁如果你話沖翻杯陳皮水，哇，成個喉嚨好似打咗滑油咁。嗱，如果你話究竟推薦邊一種陳皮最好，華哥極力推薦冬後皮，因為冬後皮相對嚟講比較溫和，係比較合適翻所有人群使用嘅。細路仔又啱，老人啱，後生仔又啱，中年人又啱，用嚟炆嘢煲湯，用嚟直接咁樣泡水飲又得。好似陳皮裏邊有種叫青皮，係咪？青皮我哋一般咧都係有需要用到先至用，但係唔係個個體質嘅人適合。咁二紅始終都有啲青，佢個香氣係足，但係適合茶飲。但係如果你話適合炆嘢啊、煲湯啊，或者係平時養生使用啊，冬後皮係你最佳嘅選擇。所以喺市場上最多人追捧嘅就係冬後。